再来看环境的议题，有环保团体甲民间企业呢是批评这政府支持新四轻的扩建案，这是增加塑胶的生产量，所以民间企业是真希望讲政府会当提供补助，积极来开发环保的材料，让业者来使用。大家来下湾，塑胶爱减产，用台语话口号，环保团体和民间企业来环境保头前呼吁，希望政府爱重视塑胶减量的问题。环保团体指出，政府本来爱伫顶半年推出的2035年减塑目标所无看影。另外，目前全球拢在推测塑胶生产减量，政府所支持新四轻的扩建案，生产量按原本的35吨变做100吨。一方面爱民众减量，所无对源头开始控制。越来越多的国际政府已经意识到说，只有从源头直接减少塑胶的这个生产量，才有可能有效的解决塑胶污染。来表达诉求的餐饮业者也指出，要使用更加环保的材质，都要面对较悬的成本。台湾目前的选择有限，希望政府会使推出政策，提供业者补助，积极开发环保的材料，予餐饮业使用。环境部回应，目前已经在推测下悬池的活动，收集各方面对减塑的意见，会把这个观点当作未来政策的参考。环境部资源许安署，目前也正在办一次用产品减量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许愿池的活动。那活动是到8月31号止。那我们也欢迎全民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共同许愿。那许愿的内容呢，我们会作为未来我们拟定相关里程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。环境部表示，联合国的全球塑胶公约谈判咧要举办，伊嘛关注谈判的内容，来调整政府推动减塑的脚步，和台湾的环保政策会使符合国际的趋势。记者桂宗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